各位师弟，你们不要太过于执着了。10年前在玉清殿，当诛仙剑落下那一刻，他就已经不是当年的张小凡了。他顾不顾念旧情，这个我们还有待商讨。可是他背后的鬼王宗是绝对不会对咱们心慈手软。10年前的青云之耻，我相信大家都还历历在目。这一次说是我们不能团结，各怀一心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完成师门交代给我们的任务？回去之后，如何向师门交代？师兄说的对，无论如何，当以师门任务为主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得全力以赴。义在情先，无法兼得，还是不见面的好。李寻他们呢？早就等不及了，嫌我们走得太慢，带着艳红先探路去了。我们也不要再耽搁了，收拾东西，赶紧上路吧。啊。给弟子一个丹血立功的机会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真没想到，我发动毒蛊，居然把你给引出来了。要不是为师施法惩戒百毒子，恐怕你是不会现身的吧？师傅误会弟子了，吾爷绝不敢背叛万毒门，求师傅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事之后早就该归队，可是他拖拖拉拉，一直不敢回来，可见其居心叵测呀。行了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不用再说了。百毒子将功赎罪，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如今天地宝库就在眼前，如果再有闪失，应该知道你自己的下场是什么。是，师傅。弟子绝对不会再让青云门的人靠近半步。可是，这群人行踪飘忽，极难蹲守，还有鬼力行踪不定，就怕又……哼，只要你有心，不怕等不到他们。据《神鬼之意》记载，通往天地宝库的路不止一条，但只要动脑筋想想，宝库的入口必定只有一个。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此地有股强烈的悲伤怨。
真正可怕的人，是那些狠毒的人。你说的比怪物更可怕的，是不是毒神驱使的那些被蛊毒变异的弟子啊？改变他们的根本不是蛊毒，而是他们内心的贪婪和欲望。可是我们不也要去天地宝库找东西吗？这不叫贪婪。所以我也是被欲望驱使的，怪物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复活自己所爱的人。说吧，咱们怎么去啊？找路。哪儿有路啊？怎么找啊？这是什么？是磷火，死于沼泽。我曾经看过一卷上古奇书《神魔志异》，里面提到过这个死亡沼泽。这沼泽之中，至少有一条路是通往天地宝库的。天地宝库，难道就是那棵金色发光巨树？有可能。据说天地宝库乃天地修真之所，藏有太初神物，有神鬼不测之为。历来为修仙之士苦心寻觅，便是洪荒巨兽也多起贪婪之心。只是这宝库居于亿年神木之中，其间又禁制重重，更有9天神兽守护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哦，难怪这沼泽当中有这么多的骨骸，想必是为了寻宝才葬身此地吧？说不定这天书就在里面。可是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呢？你们不是都会飞吗？那就飞过去啊，飞到那大树中间，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此地是沼泽中瘴气最强的地方，瘴气中带有剧毒，随时可能毒死人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千万都不要飞上天。这里的沼泽已经无路可走了，而且我们又不能接触地面，还是小心行事吧。嘿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你们用你们的法术把鬼火逼出来试试看。只要是死过人和牲畜的地方，那里附近就一定会有鬼火，而唯一没有鬼火的地方，这一定是安全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没有尸体，不是吗？哦，聪明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顺着这些没有鬼火的路走，就能找到天地宝库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
生者祭也，死者归也。这是召唤亡魂与之通灵的一种秘法，叫做气鬼神。没想到你还会招魂啊！入得鬼王宗，便是入了鬼门，与亡灵通灵，奇怪吗？这不是鬼王宗的法术吧？你别骗我了！哎，这从哪儿学回来的？不告诉你。这……沼泽之中定有地面稀松淤软，陷人于无形。但凡踏入，就会被淤泥没顶，死于非命。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有些人胆子可真不小，在这随时可能丧命的沼泽里，有只蝼蚁竟敢跟在咱们后面。原来是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毒神好眼力，这都看得出来。你藏身于队伍之末，鬼鬼祟祟，畏首畏尾。进入沼泽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似乎有什么不对劲儿。怎么，欺我万毒门没人不成？我只不过想进来跟着您看看，您别这么小气嘛。只是看看，我看你是想趁机进入天地宝库，出手盗宝吧？师傅，他跟鬼力是一伙的，合欢派与鬼王宗向来相互勾结。上次在青云山下，他还放了林惊羽，杀了他吧，以免节外生枝。金瓶儿，你应该知道。落入本尊之手，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？哼！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师父，手下留人。秦无言，你又想干嘛呀？师父，金瓶儿正是绝佳的人质，既然被抓，想必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咱们不妨压着他，等到了天地宝库再说。压着他，我看你是想救他的性命吧？你自己不是也说，他既勾结鬼力，又救过林惊羽吗？所以只要压着他，鬼力和林惊羽多半会来救。咱们有人质在手，接下来岂不更轻松？此话说的有道理。白肚子，那你就带着他，确定没有埋伏之后，到了宝藏门口。再杀他也不迟。是。来，雪琪，给你挑个大的。多亏了我们家小环聪明，这进了沼泽，到了现在，什么危险都没有碰上。等明天啊，进了那个巨木林，估计距离天地宝库就没有多远了。惊羽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，我只是一直在想，魔教的人现在走到哪儿了？他们未必比咱们走得快。不一定。万毒门的人擅长用毒，而且听闻蛇谷本来也是在泥泞滩地之中，对这种环境相对比较熟悉。
他们肯定有避毒的方法。我倒是觉得这里的毒瘴应该连毒神也无法避免。毕竟太多不同种类的毒混在一起，毒素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，说不定对他们的危害更大。而且你想想看，他们这一路上为什么要弃飞改为行走？如果既能飞行又能避免毒瘴，他们早就飞到了呀。有道理。现在这死亡沼泽里分为好几拨人，鬼力、金瓶儿以及万毒门。我认为，我们应该先让他们斗上一斗，到时候也给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。不可能啦，万毒门的人怎么可能是我鬼力哥哥的对手？又起雾了，大家小心。绕了这么半天，还是没有找到路，还不如跟青云门的人一起走算了。边走边探路，试试看吧。哎，师兄，你忘了师傅出门前怎么交代你的吗？让你谨慎行事。我是怕耽误越久，被落下的越远。万一被鬼力和青云门那帮人抢先一步进入天体宝库，抢走宝物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他们不是张小凡，也没有那个胆子敢跟魔教勾结。哼，那可不一定。都这么多年了，那帮人一见到鬼力，就跟失了魂一样。尤其是林惊羽，摆明了包庇护短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指望青云门，得单独行动。可是我们只有2个人，只怕势单力薄，敌众我寡。别担心，现在有万毒门的人在前，我们可以让鬼力和青云门的人先去铲除毒神，然后再看准时机，抢先进入天地宝库。现在关键是怎么进去。哎，这沼泽里面的不都是沥青吗？只要我们想办法让沥青烧起来，等沥青干了之后结成沥青块，然后我们踩在这些沥青块上就能进去了。好主意。小凡，你好厉害啊！现在已经是鬼王宗副宗主了。不过，你那招灵芝术是从哪儿学来的？还有那个大荒东山是什么意思啊？在什么地方？那是海边的一座山，传说在那里的灵魂都会归入地底，人们在那儿升起篝火，夜夜招魂。有一个姑娘在等候她出海未归的爱人，每当潮起潮落，她就会在海边招魂，期望等到她爱的人归来。等待未归的爱人，和丁海庄的少主一样呢。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去看过他，他还好，可是他还没有等到云舒归来。他说他想造一艘船，出海去找他。不过我觉得他要等很久。他对我说，就算等到满头白发，他也不会放弃，和我一样。小凡，我想你了。副宗主，这回除了水草就是泥坑，什么吃的都找不到。我看今天晚上，咱们就凑合着忍一宿吧。啊，我不饿。明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先歇着吧。啊，哎呀，哎，副宗主，你之前不是也中过秦无言的毒吗？
都驱除干净了吗？是不是现在还在起作用啊？没有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反而是件好事，你就不要管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。你在这等我，别乱走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害怕，我。有敌人偷袭！小环。是沼泽里的怪物，大家小心！为何留守？你不是魔教的血公子吗？昔年并肩作战之意，玉清殿你维护我之恩，鬼力铭记于心。鬼力？刚才我们遭遇偷袭，小环跟叔叔被抓走，可是你们魔教所为。除了我和万都门，没有别的魔教的人来到这儿。不可能是万都门，敌人全是黑影，神出鬼没，不现原形。我去看看。你回来吧。待此件事了了，跟我回去吧，张师弟。我已经很久不用这个名字了。
什么声音？你们听，难道是什么毒虫怪兽？只怕数量不少，大家小心。哪个魔教妖孽在这里装神弄鬼？你怎么知道是魔教的人搞的鬼？一听有笛声，肯定是有人用了什么旁门左道来控制这些毒虫。既是魔教妖人，有种的站出来，我们都上300回合。用这些无知畜生算什么英雄？英雄是你们这些正道大侠当的，轮不到我。秦无言，你用的是空妖笛吧？天鹰掌门的高徒果然是有见识。我师父不想你们打扰他进宝库，便让我用这些异虫好好招待你们。诸位不妨就待在这个金光圈，免得被万虫噬咬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走，还是战？战！只要缠住此人，便可一战而胜。不错，我跟大人抵制毒虫，你跟阿相攻击秦无厌。秦无言，睡莲池涉毒，说明万毒门已经放弃你了。为何你不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呢？哼！你笑我沉沦魔道，我却笑你心中痴迷。这世间万道，道道在理，难道便是你的暗方是岸，我的岸便是海吗？天生万道，本是一体，正义道心，正在世人心间。你是魔，我是正，我便要斩妖除魔。哼！前面恭候诸位了。金羽，一泽之中竟有不具瘴气，还能如履平地的怪物。哼，有是自然有的，只是没想到阴差阳错，居然是青云门的人招来了鱼怪。鱼怪？哈，其实他们也算不上什么妖物。据说他们是千载之前南疆10万大山7里洞中被兽神戾气所感染的异族之一，叫做鱼人族，以食人为生，凶残异常。后来逃到了死亡沼泽容身。也好，就让那些鱼怪去对付他们吧。还有1天就要到达天地宝库了，咱们抓紧赶路吧。是。这些年，你应该学了不少魔教。
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？别再像10年前于都那样阻拦我。张小凡，你醒一醒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既知人死不能复生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现在在你眼前的早已是鬼力。叔叔，你快让人来救我们呀！救命啊！你们抓我们干嘛呀？啊，我们的肉又不好吃，万毒门才是你们该抓的。那个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们天天吃毒药，都是大补的材料。你跟他们废话干嘛？看清楚了没有？你别碰他！啊！过来吃我，吃我！什么怪物？用毒物攻击他们。秋烟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想干嘛？对不住了，师兄。为了师父，你就牺牲你自己，成全我们吧。秋烟，也不知道鲸鱼、陆师妹还有叔叔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他们3人功法极好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事的。救命啊！师兄，这是什么呀？师妹快走，他不怕我们的法宝。陆师妹，没事吧？大家没事吧？早说让你们一路同行，你们偏是不听。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你们早就被妖怪抓走了。陆师妹又救了你们一次，现在轮到你们欠青云门一回了吧？这些怪物神出鬼没的，也不知道还有多少。我们分头行动太危险了，还是一起走吧。我醉在城市中。